好啦，又嚟到港股攻略嘅第4 part 啦。咁樣就頭一兩 part 咧就講嗰個港股嘅分析啦。咁第3 part 咧，剛才嗰個環節咧就講過一個心得啦。咁樣喺第4 part 度咧，今日特別加插多一個環節咁樣咧，加多一節啦，去講一講嘅。咁樣就都係講翻句啦，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就去到朝頭早7點鐘嘅時間咧，就通頂我成晚咧就除咗啲電腦有少少好似傻傻地輕輕地機之外咧，我自己都開始咧就比平時咧就更加有少少口齒不清啊，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咁樣就講翻啦，嗱講翻而家個股市啦，頭先講我就話而家你唔敢買，除非你2萬3萬都立定主意，你唔會追入去啦。如果唔係嘅，點解唔今日買咧？咁我記得喺早2-3個月前啦，喺人網嗰邊開咪啦，都講過就係話，如果當你喺日後嘅3-4萬點回望翻落嚟今天嘅16000-17000點，你會有咩感想？你會後悔當初點解唔買埋條底褲佢都要買呢？咁樣當日個指數16000點，我係咁講。今日個指數2萬點嘅邊緣啦，我可能稍後時間可能有機會落到19000幾啊，甚至乎輕輕穿19000點啦。其實我都係咁講嘅。咁樣問題就話，大家要去真係要去認真去諗一諗呢個問題，比起你去抄報紙或者上網抄資料，睇下有咩消息啊去聽去炒，會唔會嚟得更加好呢？因為其實你自己你諗一諗就係話，喺對上嗰次牛市，其實喺市場度好多大價股又好，都有升2-3倍嘅奇蹟嘅，細價股就更加係啦。只要我覺得就係話，你可以喺呢個時間去部署到自己一個投資，去重整到一個組合嘅話呢，擺喺度去做嘅話呢，咁我覺得咧呢個字真正可以致富而累積到財富嘅。咁你如果你話我又爛炒，我又中意玩又中意短炒，咁我覺得你可以分開長短倉嘅。咁樣長倉嘅比例，我諗起碼要係你嘅資金嘅2/3咯。你唔好多過1/3資金去做一個短線咯。因為好多時短炒咧都有一個錯覺俾大家，就係話賺快錢賺到好多，但係其實如果你個股齡有翻10年8載嘅話咧，問心講好多時我眼見市場9成9嘅人咧喺個過程入邊賺到好多，但係最尾咧都輸翻落去嘅。呢個就係我一直所講嘅，就話，如果當你每一次炒股票賺錢，你可以苦心自問，真正面對到自己，夠膽同自己講一句，賺嘅係賺自己嘅眼光、技術同專業嘅話咧，OK 冇問題。但係如果你唔係呢一個領域嘅話咧，咁我覺得你應該要去認真諗一諗，係咪要改變個方法啦？因為好多時都所講就話，喺牛市週期入邊咧，太多錯覺俾大家啦。你每一次買都會賺嘅時間，所以就形成到就係話，當個牛市去到2期、3期嘅時間咧，香港周街都係股神，就係咁解。個個當我自己股神嘅，甚至乎而家喺近呢幾個月都會係嘅喎。點解咧？就係話有時短炒冇錯，真係可以幫你賺到快錢，同埋係一啲好短途嘅賽事可以賺到好多。咁樣久而久之，你會形成一個錯覺，覺得自己好叻。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個博友咧，其中一個博友咧同我去分享咗呢個睇法嘅，佢自己都有呢個領會，咁樣有呢個領悟啊。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喺呢個節目入邊去吸收多啲呢啲方面比較正面嘅資訊咯。咁樣講翻個市啦，咁樣就最尾咧喺呢一節嚟講咧，咁我就想補充少少嘅。咁我記得個指數喺17000點嘅時間咧，咁樣就我喺人網嗰邊開筆有少講過啦，我唔見得個指數會落到去13000或者13500嘅水平嘅。喺今天嚟講咧，我都唔見得個港股有條件可以跌得太多嘅。當日個指數喺17000幾嘅時間咧，我就係話頂籠都係跌到16000、13500、13000點我睇唔到。咁樣而家17000幾，其實爭千幾點啫嘛，點解要等啫？等唔等到佢回落16000？要回嘅頂籠都係16000，但係得個1000幾2000點唔夠，回落去都係得咁多嘅喎。但係冇人話俾你聽一定回啊嘛。而家買係咪穩陣啲咧？咁樣結果就話，當日你如果係17000幾去買嘅話，都未遲啊。17000幾買嘅話，去到近排嘅高位，你都有4000點嘅漲幅啊，啱唔啱啊？咁如果你係當其時你去等嘅話，
咁結果話俾你聽係等唔到嘅。而如果你話歷史改寫俾等到嘅話，其實都係爭緊個千幾點啫嘛。而亦都再進一步就命中咗，就話係唔會跌穿1600嘅，啱唔啱啊？咁樣等於今天嚟講嘅，假設個港股今次嘅調整勢可能會係可以企穩喺18800至18900嘅水平嘅話，好似頭先我喺第一、第二節講過啦，可能落到19400、9500已經唔去㗎咯喎，可能定咗喺度㗎咯，因為就好多時就話一係穿一係唔穿，就唔會啱啱好去到50天線嘅，咁樣變咗就係話究竟跌得幾多咧？咁可能依家呢個位落去可能千幾點嘅喎，可能差少少。頭先話齋啦，如果以牛市一浪高一浪嘅形態咧，有17100，但係邊個夠膽同你講可以買到呢個位咧？會唔會到呢個位冇人知嘛？咁變咗其實好似我嗰時咧，我記得2個幾月前同大家分享就話，你17000幾嘅水平，其實你買一半啦，買2/3啊，你餘下1/3嘅資金咧就仲可攻退可守。萬一個市升咗上去咧，你已經有2/3貨咯喎。跌咗落去咧，你仲有1/3嘅錢去買埋餘下嘅嗰個投資份額喎，咁樣咪仲可攻退可守咯。你乜都唔做咧，個市夾上去咧，19000、20000你追貴貨係嘛？跌落嚟咧，你未必代表你夠膽真係買嘅喎。跌落嚟嗰時，你可能你又驚16000點又會穿咧。咁呢個就係我所講嘅，就係話其實個分別就係呢度啦。基本上，如果一個唔識得睇市、冇策略、冇部署嘅人咧，好多時咧都係隨風擺柳，完全冇自己方向嘅。因為一個喺個市場一個真正成功嘅專業嘅投資者或者一個職業炒家嘅話咧，其實喺呢啲 view 入邊嚟講咧，其實好清晰嘅，喺咩位做啲咩嘢咧，好有部署去制定。佢唔一定贏，但係喺唔同嘅位佢會制定一啲嘢，去定一個風險嘅指標俾自己，去做一個 cut loss 嘅。咁我覺得你用呢個方法去做咧，其實會比較好咯。咁樣就喺港股攻略第4節啦，喺呢個星期呢一集咧就加多2節出嚟啦，就多咗一啲咁嘅分享啦。咁樣應該我會借住而家港股個調整勢咧，喺嚟緊嘅時間喺中環每個 block 度咧，個網址係 China1949101.cn 呢個 block 度咧，我會加一個環節叫做大千世界。我會入邊咧就開2個倉出嚟嘅，一個係期指倉，一個係股票倉咧，同大家博友咧去分享一下一啲港股嘅部署啦。咁但係咧就呢一個環節咧，我就唔會話開放俾其他人去睇嘅，我只會係喺個 blog 入邊咧，係我嘅朋友 blog 友嘅身份咧，至可以睇到嘅。一般 blog 友咧都睇唔到呢一 part 嘅環節嘅，但係我可以同大家講，應該喺嚟緊呢2個星期咧，就會加插一個新嘅環節叫做大千世界喺個中環會 blog 度嘅，大家可以密切留意翻。咁啊，希望借助個節目中環揸 fit 人同埋個 blog 嘅配套咧，可以咧提供到更加多嘅資訊內容俾大家咧，去感受一下呢個節目一個好有誠意。雖然咧可能上個星期好多蝦碌，今日亦都可能好多蝦碌，因為而家已經係早上嘅7點鐘啦。咁啊，要咁苦心去做一個節目俾大家聽，希望大家都喺頭幾次嚟講就多啲去包容下啦。咁樣就下一節翻嚟咧，我哋會講一講嗰個黃金市場嘅。下一節再見，拜拜。許浩南的金融血淚史序幕篇，香港人網之網台風雲，千呼萬喚，強勢爆發。許浩南的金融血淚史將於2009年9月8號風雲再起。